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时间经到，咱因为咱迄个线上转播10点要开始，所以请大家即马坐落来，好无？好，毋通在后壁讲话，先坐落来吼。咱礼拜马上要开始。因为有人在厝里线上看吼，所以他要准时等我们吼。咱的奉献伫后壁迄袋啊吼，请咱家己先去奉献，因为咱小等无举奉献袋啊。咱若来钱先放在后壁的奉献袋啊吼，再拜托。这是请咱备办心，做今日的主日礼拜。这是请咱安静来默祷。因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捌行奇妙的事，伊的正手甲伊的圣的手骨已经为着家己行拯救。耶和华互人知伊的拯救，伫地方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的公义。是请咱起立，咱要来信仰的告别，上帝10条诫。大声来念上帝10条诫。第一诫，我以无爱上帝。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做，无论天顶、地上，甲地永远当做伊的上，毋通敬拜伊，也毋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判断永远的上帝耶和华。我用我的我背地的罪，对爸到囝33世代，领我生我改名的，我受恩予伊到千代。第三诫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称你的名的人，耶和华得开罪。第四诫，着记伫安息日去做成，12来应该做。这里做工，独独第7日，就是用耶和华你的
的上帝来守来留你，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，如果愈变正时，你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即个工拢通做，因为若未来要创造天地海，中万物，第7日就做，所以我是属于来叫你第5届。有好建议，老爸、老爸、老母，你的问题，你上帝赏赐你的地，着好。第6届，第7届，第8届，第9届，第10屆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太太，我的阿爸爸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痛、你的慈悲、甲你的怜悯，虽然在疫情渐渐减少，伫台湾这个所在，你予阮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，我满心感谢你。主，阮这时也谢念伫个线顶，当共心做礼拜兄弟姊妹，因虽然意爱来到教会，但是真侪因素袂当来。愿上帝，你这时会带三个地点，阮一只同心来敬拜主你。主你叫你帮掌管，伫台湾这个都市内底有欠疫苗，有还袂住，有会住，有会得到，有会照顾因的人。愿上帝你的平安带三个地点。愿上帝你帮掌管，伫这疫情的中间，每一个人拄着无共款的困难，有伫生活中经济上拄着乌担当。有会拄着病痛艰难，愿上帝特别来医治、来保守。有的老大人因为安尼袂当出外口，愿上帝你特别看顾因倒伫病床的人。愿上帝，阮每一个人怀着无共款的心来到圣殿，唯一的目标是要搁一边来仰望主。愿上帝你施你的大能来帮助阮。阮搁一边知影伫这时间，阮唯一的方法就是倚靠主，愿主来带领阮每一个。主，今日也看过阮的教会。阮的教会虽然有停几礼拜无做礼拜，但是阮的心同款仰望上主。愿上帝你当三个支点，照顾阮的教会，阮的教会伫伫进步，诚侪社区的帮衬。无较久，阮要搁开放社区的活动的时阵，有搁较侪人来意爱来亲近主你。愿上帝帮助阮。阮搁一遍伫伫圣殿，愿上帝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用嘴来听上帝你要同阮讲的话。启示阮，诚做阮的帮衬，诚做阮人生中的美娘。阮要将今日的礼拜，无论伫倒落，伫各一所在，都会通共心来敬拜主你，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上帝你的面头前，得到上帝的接纳来保守。阮咱伫你面头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咱要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个旧约阿摩西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。阿摩西书第6章第1节到第7节，伫个旧约咱现着三个来看。阿摩西书第6章第1节，伫西安无挂芦苇，伫撒玛利亚城掠做稳当的，伫万国中最第一国的首领，就是以色列家所规划的，有在下啊。第2节，你着去隔年来看。对遐去到大城哈马，佫落去菲利斯的加特，因较有较赢者的国嘛，因的境界比恁的境界佫较宽嘛。因家己掠做降灾下的日子要久远，互部局作为军瓦，因倒伫象牙的面床，摕伫矿床，食羊群中的羊仔，甲钓来的羊牛仔。弹琴弹瑟，唱拉弦的歌曲，为家己做乐器，亲像大兵。用碗啉酒，用上好的油家己抹，总是无为约瑟的败坏担忧。所以因要受掠人的中间，大声受掠，摕伫矿床的人，因的烟乐要无去。以上，晚上祝福听伊的话的人。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搁一遍来咱讲道，伊讲道的题目是脱下安逸，面对使命。
脱下安逸，面对使命。脱下安逸，面对使命。阿莫斯先知说：“你们这些安逸无虑的人，有祸了。你看你家安安然然，感觉你足尽后恁过日子的人，你有在乎，请参加来祈祷。我昨日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让我能够这个机会到圣殿中来敬拜你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！做佢哋圣神充满伫我的会中，洗净我每一人罪，我安静我的心。每一个人来感受做上帝你的手，摸着我每一个人的心。凡所讲的，拢出自圣神的嘴；凡所做的，拢圣神的灵敏。做根据你万全心伫我的顶冠来祈祷，奉这所记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回这平安，请你家你的厝边隔壁吼，讲一个讲，叫我看到你，叫我看到你，叫我看到你。咱真感谢吼。咱世界疫苗覆盖率遐悬，疫苗覆盖率吼无济啦。哦，咱足紧张，讲无打疫苗，敢要去？哦，无打疫苗，足紧张的。可是哦，咱看到昨，所以是因为有一个第二难了群体感染，新病药理出来了，对，医理。你讲咱台湾已经慢慢咧下降，我惊做。如果打疫苗，咱哪怕是保持社交距离，第二场病毒台湾，上苗了打过疫苗的人，够戴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所以咱会惊袂？会惊，做是咱袂惊袂？嘛是咱袂惊，毋是你拜到拜咱莫讲拜，莫讲礼拜二啦，莫讲拜六礼拜，拜到拜五，你去三级来看。去照顾甲看，一堆人啦，拢住咧受水，拢住咧佚佗，肯定即摆嘛一堆人啦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咱嘛是爱小心，而且有防呢。咱哦，迄叫做无问题啊，他们足安逸的啊。所以安逸的中间，咱哦，是就你的父母甲你买车票，甲你做酒。因为你坐，有可能你先落车，有可能你先落车，总是你生的中间，在行这个火车的中间，你的父母摕一本圣经，有可能伫半中途机电话的人看到你摕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路途真远，这个车票无目的地，无时间地点，毋知行偌久才会到。有可能你会转这本圣经甲做枕头，我转摕咧，我安然来困，我就困到到，我就时间就到。可能这本圣经是多日真看，希望内心充满你，而且隔壁人这本圣经，要说就得一项，因为到站的时阵，也是伊的，更是天使天军拍开天堂，永远我好去。嘛，可能开开的时阵，就是地狱永远的火伫遐咧等。你的人生要选择得一项，偏偏你是基督徒，爱基督徒，基督徒传主要所基督道理，主要所基督拯救，爱受了，爱受罪咩？而且人做伙哦，来走去崩坑内面头。坐了有好无？领受够强无？音响有够好无？咱个讨款做了有够好无？因咧自首，所以讲迄阵一句话真重要，人拢称因做基督徒。即摆咧，咱咧做礼拜都看教会，教会吼，教有够看无？有够舒适无？无舒毋知有够会晓讲道袂？有气氛毋知有好啊歹？做这时代人叫咱啥物呢？咱自称基督徒，最简单做嘛。迄个时代人，咱叫因是基督徒。迄个时代是咱自称是基督徒。迄个时代无共款啦。我小的时候头壳算袂歹，我小到老人痴呆症啦，失智症。所以吼，
啊，坐伫遐，我顶礼拜伊甲叫阿去，我医保伊甲叫阿去，我讲袂要紧，等阿去吼手术了来，我绝对伊甲叫阿冲，嘿，甲补倒来。你一个人医生的中间，你坐这个火车的中间，你大大坐中间。伊是毋是搁坐咧讲啊？外交环境足水，我要做工课。像这COVID-19的时阵，我咧居家办公啊，我都发觉讲居家办公迄段期间哦，真正办公无几啊，居家几还无对啦，办公迄无几个。我来想讲，我要就是居家，因为我若居家外事，我若居家了，我的事我的秘书都袂得。到处去。另外大家。总是吼，我特别司机过来交代，我嘛家己开车去感谢你。我当咱自己，我常常要笑讲，我绝对要居家治，绝对要居家治，今日要甲困到睡到自然醒，啊，结果嘛是拢八点就叫吵起来，就道理。所以你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，是我过重新是好还是歹？是好哦。咱头尾。他拄仔所读的圣经，甲咱讲，阿摩斯这个先知啊，或者这北国这君王这大事啊，这有掌权的人啊，哦，感觉国家已经足安逸啊，哦，国家已经足烧落啊，哦，国家你啊就撒玛利亚这个城哦，哦，建筑伫山顶，哦，城墙足坚固的，亚述帝国哦，这么强大国家，始终是要攻破这撒玛利亚城，拍2-3冬呢。拍2冬，我等个拍倒，哦，伫即个所在，足日咧安稳咧，哦，这最大咧共审判的人，哦，过着照巧的日子。圣经过句话呢，你们这些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我安尼太对，啊，你上帝，你是要互阮过了日子，啊，过着安尼是毋是足平稳的？上帝无好你吗？上帝赏赐你足平稳、足平安的日子，但是毋是叫你贫惰啦。那天了吼，啊，大家慢慢啊，我遐几个同学，我遮拄咧讲话时，咱发现讲，交朋友咧探访的时，朋友讲好，若摆带11礼拜吼，敢若听直播礼拜偌趣味咧咧，我拢会安尼倒咧斜躺吼，吼倒到泡面，安尼看电视，好，我做礼拜足舒服咧，啊，佮拄着吼，要当行来行去，要食物件，做礼拜就食物件，你反正这做礼拜也无物件通食。但是相对的，你是要即个生活，也是要真正伫圣灵中调伊自像咱顶礼拜所讲的，可拉的话，心切心无溪水，伊是会当讲上帝圣帝来敬拜啊。伊会对这个讲无说，你的上帝伫大哪啦？你的上帝在哪里？你看你在这里，你的上帝在耶路撒冷，你到底有没有去敬拜呢？这些追求要加做伙，总是袂当来，我袂当理解，有可能爱带囡仔，有可能无打过疫苗，你会惊，这是应该。咱唔通讲咱是基督徒，安尼就是无敌铁金刚，口罩免戴，听人安怎接触拢袂要紧，你完全拢无问题，唔通。咱嘛是爱照政府规定，做好防疫的工作。有可能咱有一日清零，这个秋天若过了，咱若无搁。上帝所怜悯看顾的所在，啊，一到咧骂台湾的人，你家想看觅？咱台湾全世界，你讲以色列拍偌济疫苗，美国、日本、欧洲拍一大堆疫苗，啊，第二头病毒是几啊万例，咱若超过50例吼，就要紧扭死啊！咱若10例，就讲哦，今个超过10例啊，拢是2例、3例，了不起一个5例、8例。哦，咱就足紧张，迄外国是足谨慎的咧。台湾疫苗都拍到3、4成尔，啊，根本这个啥病毒讲台湾讲无啥入来，总是我无好入哦，有可能佫讲入来哦。总是讲入遐效力，无可能慢对着减少。所以咱真正是爱互相体会，上帝伫咱的面前，上帝疼台湾是非常疼台湾，咱无啥物通埋怨的啦。
然后看他住伫足舒适的礼拜堂，咱咧做礼拜，我常常想到一项事诶，就我这4人的中间，我最近我伫台东做院长，有一个厅长伫台东做厅长，尾仔1冬后刷去高雄。我毋知伊信主啊！这边今日都讲伊信主啊，伊要来甲我传福音。我再用那个讲道文的，说院长，你是基督徒哦？伊讲一句话，我听起来感觉更小。啊，你怎么当时没有带我去信主呢？我感觉，因为我做院长的时阵吼，我真所谓的分支，我咧感觉我是一个好基督徒。我的司机，我的秘书，甲我较有接触的，我会甲传福音。啊，慢慢因会信主，因有信主，总是我伫。因为我是一个院长，伫公共的场所，我袂使讲直接甲因传福音嘛。我一个院长吼，某一个饭店院长，足侪心的啊，足虔诚基督徒啊。因若特别工作汇报吼，拢先传福音传20-30分钟啊。伊讲这上帝我爱责任嘛，所以阮院长一任6冬吼，伊做1冬半就强，就再见啦。这大家这有个人讲，这工作汇报全部都咧传福音，佮编圣经互大家看。我感觉咱基督徒。有你的本分，你将你的本分做好。像我伫感谢你上努力的同感觉讲基督徒是好的，因为我感谢你足久以来，人看到基督徒拢话要惊死，基督徒就是足歹的，刺压的啊。啊，但是礼拜日吼，因讲吼，伊要对因去教会看吼，迄个人足温柔的呢。啊，若到敬餐呢吼，吼，迄是安尼权威足大的，官僚气息很重。我感谢伫感谢你中国吼，感觉讲，哎，基督徒拢袂歹，大家有咧改变啊啦。有人甲我讲，蔡委员看起来你们基督徒是还不错，慢慢咧改变。有一个上帝感觉基督徒是好的，圣神入教的时阵，伊就当得救。所以咱的信仰是无代价、无付出的信仰啊。咱是无价信仰，咱的信仰得付出咯。所以，啥物是基督徒？先甲咱讲，咱的基督徒是啥物？是行耶稣基督做伙的人，是行耶稣基督要做要受苦的人，是要替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。所以，顶摆我讲一句话啊，伫人的面前承认我的爸伫众人的面前嘛要承认你，咱敢不敢做见证？我是基督徒，到任何场所大拢知，最起码嘛知我信教的。啊，这信教的人吼，佫袂歹呢，看你佫袂歹。其实咧吼，我这目镜我看咧摸一支啊，遐咧讲话了拢无。伊无看吼，所以我看到你无，看到我嘛无明啊。总是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咱互相相甲来查咱的基督徒。咱要做啥物工课？咱伫上帝基督徒的中间，咱就知。咱足安稳的生活，有一个人叫阿伯来喊，咱都熟悉的嘛。生活足富裕的呀，还吃路德啊，生活真富裕啊，拢无问题啊。上帝甲讲，阿伯来喊，你可以奔向不足，毫不迟疑呢。生活足安稳的呢。敢若像阮伫台南哦，阮台南的厝哦，是透天厝，挑足大基的头前花园，后壁吼，阁有迄个子虚师咧，规大花园的。结果阮即摆来住遮走住38个，足细间的。上帝叫你离开，后壁来行安尼，拢无讲话，物件看看咧，啊，就离开啊。完全听伫上帝的话，伊毋是讲为着过着安逸的生活，伊所过就是安怎上帝教伊过的生活啦。咱看到后壁来喊的时候，咱就想咱家己有在路通安尼做无？咱看到摩西，40当前的摩西是意气焕发的，王子呢，好足骄傲的呢，足尔有才调的人呢，拍死人了走去旷野做啥？饲羊啦，牧羊人。你若想一个人饲羊40当，毋免啦4当就好啊。就是拄啊饲羊，透早出去摕面包，啊举一支迄个管啊顾咧，咩顾羊啊。啊，顾40当，顾40当生活足安稳的。你想讲我这世人安尼过啊？啊，这世人得顾羊，啊饲羊，啊得日是出去啊，毋是带羊倒来啊，生活足快乐的，啊足安稳的。突然间看到气皮发火，上帝甲讲摩西，我要调你，我唔通啊！
我无法度啦，我饲养40担啊啦，我无才调，我都无能力，啊，我也无喙水，我也没有口才，我也不会讲话。上帝给他献上了神迹。再看一下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会赐你能力，你所拿的拐杖就是我的权柄。你不会讲话哦，没关系，你的哥哥亚伦很会讲话，他们陪你去。上帝这样好吗？我牧羊40年呢。顾养40担呢，我都逐项拢袂晓啊！上帝是要看你敢感觉袂晓会当用你。你若感觉足够的，好，上帝我够够。这中央教会咯，若无我来吼，老早倒去啊！中央是为着我来，才无倒。中央是上帝教会啊，无你，这个教会佫较行动。啊，你讲好，我要离开。上帝照伊所精选，上帝有伊的事，有伊的你。每一天伫上帝面前，上帝拢共款看待，无一人较高，无一人较含慢。只要你若肯为上帝做工，就是上帝所赐福的人。摩西尾啊，头顶咧做了历史上上有名的人物，带以色列人出来入。那时候看到真侪事，我咧看但以理，伊讲这个宰相啊，伊惊伊3个朋友啊。讲下令讲袂使祈祷，因一日照常祈祷3摆。我讲到下令袂使祈祷，无就偷祈祷1摆就好啊，出来甲念一个，3摆念做2摆，念做1摆就好啊。因毋若食素食，就清淡的食物，逐礼拜虔诚祈祷，为着咧，互去落地上，迄个狮子的血中啊，安利的生活。你是要过安利的生活，还是过充实的生活？我再强调一次哈，你要过的是安逸的生活，还是充实的生活？是上帝所祝福的生活，还是人所羡慕的生活？我们很羡慕啊，那些黑道老大一出殡，我都觉得像比国安的排场还大，一大堆的黑衣人，一大堆的车辆，风风光光在出殡。然后之后还会提一个匾额，以前马英九最喜欢提的，叫做“痛失英才”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？我常常嘛甲桂香讲，嘛甲我囡仔讲，有一日上帝人调去的时阵，嘛吼加烧烧咧吼，树葬、土爷爷咧，上无迄张手啊伸出来，我冇讲到。人死的归头归你头啊！咱灵魂去到上帝遐较重要嘛？这肉体有重要无？无啊！所以我咧买迄个大舞台时阵，阮阿公阿嬷、阮老爸老母买做伙，伊讲啊是安怎你趁做伙买起来讲，我毋知我今太人讲好势，阮两个不爱用那骨头。你甲阮火烧了吼，骨头腐啊，甲阮压压就好。吼啊，若好吼，去找一张压咧，啊，甲接一张树较水咧。以后讲是阿公阿嬷的树啊，安尼嘛袂歹，嘛是种纪念性的。这个并无重要，上重要是耶稣若甲你呼召的时阵，阿祝伊无，我真无叫着名哦。上帝甲呼召你免怎讲？我伫遮，请找我，请找我，所以对不对？我伫遮，请找我，所以对不对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今日呼召你来聚会，伊讲唔通啦，人叫我聚会啦，我口才无好。上帝就是要害你口才无好，上帝爱你的心嘛。上帝不是人看人啊，上帝看人什么？看人的内心啦。所以上帝咧呼召迄个门徒说：来对我要互你得到人生，得到伊。因咧讲，哦妈啦，我对安迪有好势咧啦，我某特别生了咧啦，我这事业无结束一咧啦，我做啥物？先甲人讲啥？因无随将网拍掉来军队耶稣，这个好调啦。你即使就好调的时候，你用啥物态度来对待啦？那时候看到咱伫安尼的时阵吼，咱连创啊做变负担呢。哎呦，今日咱坐咧吼，隔壁迄个毋知有确诊无？我给报喜，你看到保持一个距离，保持距离是对的哈。我想跟你开这会啊，保持距离是对的。都是咱相对的吼，上帝互你有一间圣殿，上帝互你有恩典。你若会当，我毋是讲叫大家哦吼，你若会当的时阵，你来甲上帝三个做伙，咱上帝三个相拄，这偌水的一样代志咧。啊，你足安尼的时阵吼，
哦，我是倒到碰伊吼，翘脚看直播就好。我连直播都频道看，尾了补看哦，安尼生活过偌好咧。你想安尼，你会当倒上帝遮做工袂？我讲咱今仔日有一个现象足趣味的吼，咱伫要开始礼拜以前吼，这狗会敢菜市场咧。我毋是讲这无好啊，我大家就欢喜哦，遮久无看到面哦，你啊，哦，你即摆咧讲话吼，拢有收音嘛，拍定你手管嘛，声拢会走出来。好，我咧要开始前，你最听看卖，好，敢菜市场咧，这趣味呢？这是叫做烧肉咧，这叫做火团，咱三甲做伙吼，你旺起来安尼。迄火炭吼，你啊甲一块拢等到恁兜吼，拢烧袂起来，啊，逐个火炭做伙开始咧烧啊，咧成功啊。所以我讲咱教育我这是第一步啊。咱四楼还有这青年，个八大四楼哦，大家斗参加做礼拜，这是偌幸福的一件代志呢。所以最后所启动吼，互咱的是啥物？服侍人。最后晚餐最后所启动第一项工作做啥物？甲大家洗骹啦。你讲唔通哦，先生哦，唔通洗我的骹哦，我袂堪治咯。所以佢都讲，你要做大的人吼，爱先去服侍世。哦，唔通咯，我已经做啊部长，我做啊总统，我做啊偌大的官，我就先服侍你哦。你要做大官，就先服侍人。我长老呢？你叫我长老去捧地哦？我若做长老，我敢捧地，这是我的公义。因为我服侍这姊妹世，就是服侍主耶稣基督啊！哦，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哦，这门徒出来，甲耶稣讲啊，你啊天国来临时，一个坐正边，一个坐倒边，互阮做足大的，大家互相指讲，以后天国来临的时，主耶稣基督要攻打罗马政府，好，阮要做足大的。主耶稣基督讲哦，你若要做足大的人哦，你来先牺牲家己哈。你要对我脚下做大个人吼，你要先牺牲家己呢。毋是讲你做大好，你来对我，我这学生以后大拢做宰相、做将军、拍天啊，无啊。要军队主要所基督，爱牺牲你家己，总是你伫天的保守是大个。冇有人甲我讲，创创纪录，你定来讲天的保守，啊天的保守若无内面哦，对手对天国啊，你无法讲敬拜主的人，做其他稳定加三甲做伙啊。所以阿摩斯讲一句话啊，我感觉，我感觉少年啊，刚才这边跟你讲，安逸无虑的有祸了。你看他都感觉讲哦，我生活哦，都要足舒适的，有祸了，你的生活要充实，而不是安逸而已。那个居安思危。台湾伫旧年的时阵 ，COVID-19 过了之后，啊，大专放松了，结果安尼。开始3+11，开始诺富特事件，开始万华事件，规个台湾啊皮翻面啊，大舞，会好，刚才咱舞3个月尔咧。讲起来咱我足够的呢，毋是讲我家己骄傲讲，咱足够的呢，咱3个月内面就会当，咱别人死伫爬去，咱是转地下降落来。全世界这是靠你去找，我问你去找啊，这是有在条通安尼，甲台湾的国家有在条通讲，咱别人爬去，咱的曲线行了无共款，咱是往下降，人家是往上升。这些他别啲骄傲呀！我做台湾人，我骄傲。咱到做到这个，我骄傲。你讲后尾哦，我错长了，你今日讲的较红声，我当然红声咯。我为着台湾，我骄傲啊！会当做到这个代志，我骄傲啊！第二项啊，咱健康的教会，啥叫做健康教会？健康的教会吼，都唔通亲像遐坐大位的人啊！哎哟，国家都太平啊！哦，逐日困树叶啦！哦，第二你看，所有咱这大的国家，不管是萨马利亚，不管是菲律宾这大些不论家庭啦，不管是这完了所有这大的城吼。拢总互咱占领啊！咱逐日困伫树叶的面层，好啊大吼，咱普通台北做遮死啊，做遮家己咧创啊，是要学了上帝呢，到先人学了，叫咱做遮家己咧创啊，唱靡靡之音啊！张大继续讲。哦，他唱啊，拢唱迄落安尼，甲上帝无关的歌，唱到听到快乐的歌就好哦，遮欢喜啊，拢无咧学了上帝。所以你这个人吼，无健康教会，就想啥物？这啥物树？我昨问阮太太，这站这啥物树？啥物人讲袂出来？你咧讲树葡萄哦，这毋是树葡萄哦，哦，这毋是树葡萄，这站啥物树？你看到这站啥物树？
这叫做木乃果。这树啊吼，伫迄个海南岛有，吼啊，伫迄个马来西亚这也有，啊，这个树啊，会当大啊15公尺，哦，这个树啊啦，健康的树啊，咧当规个结，本来果子是绿色的，爱当慢慢转变成红色的，足有营养的呢，足甜的，足好食的。只有在座的人有食过树葡萄嘛，对无吼？树啊顶个无迄个，敢若葡萄，迄毋是葡萄啦，人叫做树葡萄，足好食的。台湾生足济，台湾足济人种的，总是台湾较少人种这个木乃果。一丛健康的木乃果会当大到15公尺，生足济啦，生甲你捌袂了。哦，当然捌袂了，这是形容词啦吼，一定会捌得了的啦吼，捌袂了。所以说健康的教会，咱的教会嘛小讲，然后健康的时候，健康的教会，互咱会当教会做啥？结果子多啦，咱会当结足济果子。啊，咱若想讲，咱教会去足安利啊，哦，人毋通过来啊，咱的教会拄啊好。好，人伤济人吼，坐袂落，啊无得个分场，安尼拄啊好，人拢莫来啊，好，咱在坐甲足安稳的。我定来笑讲，咱打疫苗吼，所有的基督教的教派内底，咱长老教会疫苗覆盖率上悬的，你要相信无？咱疫苗覆盖率是上悬的，因为青少年上少，做一个反省呢。这是咱责任呢，咱家己享受，咱家己，咱一代一代有信仰，啊，咱后代呢。教会宝贝是青少年哦，毋是咱哦。我是教会宝贝，你若袂去是青少年，咱是教会宝贝。咱爱学青的这青少年吼，咱有一个健康的教育，有一个健康的信仰，因为健康的信仰，教会才当得到长大。咱教会才当成长啊，有健康的信仰，咱教会才当得一步一步来进展。咱呢，你伫咧就甲咱介绍一个10月圣父小组，咱要开始伫遐接受训练。我希望大家拢较有心的来接受圣父小组的训练。我头拄讲迄个厅长吼，伊信主了吼，伊甲我讲院长啊，你敢知？我即阵已经带领11个小组啊，伊家己处理一组，即摆已经11组啊。哦，伊咧生活足紧的呢。咱这次中华捌咧颁奖讲教会增长上济，拢总是圣父小组的。咱有可能有一日咱嘛要做圣父小组，当然随时间的转变，我伫新鲜教会时阵做是小组，迄阵也无咧分做啥物小组，我伫台湾教会做是细胞小组，然后到算力系统，即摆圣父小组，有可能去别项，随着时间，随着时代无共款，圣父小组来干啥物？真轻松来信主。你啊，伫着艰苦的时阵，大家参加伫遐时阵，摕咧祈祷，用对破冰开始，对迄个经济的分享，对大家心得的分享，对大家生活的分享，然后大家做伙伫遐共事，拄啊做伙食饭的时阵，你会发觉迄个温暖。咱伫了教会定定咧做小组吼，本来10个人做到剩9个、剩8个、剩7个、剩6个、剩5个，愈做愈少人。是安怎？咱拢牢不可破呢。即几个10个了吼，别人拢拍袂入来。小组是要希望大家拍入来，愈侪人来参加咱教会。第三，咱不传有祸了啦。你咧该指责啊，好，恁遮的人啊，做大官的人啊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你生活遮尔安稳，你无想到约束的苦，这约束指以色列人。你无想到以色列人的苦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是约束的苦。哦，你在遮感觉生活足安稳的，好都无问题啊。咱的教会吼，要一个，咱为着要顾动有7500万，咦，咱去共借钱吼，借我去用嫌呢。人个借钱讲分做5档行，咱1档就共行了伊。讲袂使行较紧，啊来恁吼，村里爱分做5档，咱意思继续分做5档。咱是感谢为上帝足甘心的拍拼的，总是咱去感谢上帝。你伫上帝面前，你所放的1分，上帝要10分还你。你毋相信这个话，我这世人的体验，上帝面前奉献1分，上帝还你10分。本来基督第4、第3所讲安怎，拍过天上的天堂啊，拼福气给你啊。你讲我都无看到福气看有啥？福气体验啊！你去回想看你的过程，上帝真正有祝福你无？你这个人啊，无咧传福音的人啊，你敢若拄咧私生啊，你敢若够足开我的人啊，你会用消灭啊！这句话是毋是足严重的？你甲拄啊对，你私生足开我的，你会用消灭啊！咱每一个人敬醒咱家己啦。只要说讲基督徒趁着全世界来创造生命有啥物意义咧？
咱每件是毋是爱知？伫主要所有面前，咱应该做，咱应该做的工课啊。咱把你用熟啊，兄弟甲迄落溪啊，逐个倒咧食物件，伊倒咧摇个喙刀，甲袂够爱叫，袂够爱叫的时阵哦，迄个查某主人哦，甲引诱，哇，在座查某毋知几个当会受到引诱，要甲引诱，个人是拢查甫咧引诱，咧求查某，啊，就是查某咧引诱查甫的，要受受引诱无啊？总是当伊到做到宰相的时阵，伊看到遐兄弟讲阮死的啊啦！即个小弟是当时咱甲袂去埃及的啦，这阮死的。但伊甲咱起来呢，讲情你的意思是歹，说不定上帝的意思是好啊。约瑟不管是着听到上帝，这上帝有智慧啊。那保罗是咧讲啊，传福音嘛，这是我责任啊。若无传，我有知的啊。啊，若卡死因无接受，这个使命有交代互我。我老爸就无伫咧啊，伊直来甲我讲啊，传福音是我的使命啊。上帝我加我一档，我就加传一档福音；上帝加我钱，我传一个福音。上帝就要调我去，安尼谢谢感谢主。伊死是笑啊，迄落，讲人普通若死了，爱随甲喙甲合起来。讲无啦，到迄个总医生人讲，哇，喙合袂起来啊，已经硬去啊，笑啊！我迄时咧欢喜啥物了？我讲我咧讲笑话好听啊，就过身去；咧讲笑话听，也就过身，开咱肠。讲哎哟，真好命人呢！咱吼基督教吼，因家己总医生咧讲人基督教的人吼，啊，你来咧用基督教奇怪，身躯加种软的呢。啊，别人啊电空空，其实咱无看电脑，有当手你啊甲落长，有通穿衫呢。啊，基督教奇怪，恁手就加种软，心敢若足快乐，迄种感觉。像阮后爸笑我讲吼，若讲笑我嘴啊二塞塞，笑我到死的时阵吼，喙煞合袂起来，笑啊咧，啊，大概尾也无法度，就甲探耳啊咧，加甲用较落一下。我嘛感觉毋敢嘛讲，上帝好加我55档会使啊啦。至少基督甲咱讲，互你一个大使命啊！你来去招啥物？招万百姓来信主基督。你讲我都袂晓招，总是你会使做啥工课啊？你是毋是会当将你的圣经，就基甸的种足侪圣经呢？你用圣经分互人啊？100个中间有可能大家去做金，99个做金头吼，咧空连看都毋看，一个就好啊。伊心内若800个时阵，有可能都还着圣经。心内颂扬人来就问我，什么叫做颂扬？我心内得到切花，得到广告，得到枯燥的人来主耶稣的面前。传福音主要所基督所交代你的啊，这所基督甲你交代你，以后你看别人去传福音啊，你爱真正事啊，你会知，咱来为着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，比如是咧讲，伊安怎较无你，安怎欣赏你，我将这福音互你是因为安怎？我爱你呀、啊！什么叫做听？你要将这主要所基督音传，那是听。杜苏格兰一个传教士，伊去到印度所在传福音，伊到远远边仔建立一间教会啊，然后身躯无好，人也老啊，倒来到苏格兰举行一个布道会，甲因讲我都身躯足歹啊，我人遮老啊，你什么人会当替我去到印度继续传福音咧？大讲一步，大拢点点，头拢啊，你来去传福音啦！你来去传福音啦！啊，大拢点点头啊，好，愈讲愈激动啊，气喘喘袂起来，我才倒落。倒来人随甲扶去边仔，讲毋通甲送病，莫甲我送病，我休困一下，医生讲袂使啦，你也随送病。我送去差不多，你甲我扶起来，规面白死散，规肝咧冷汗直流，扶起来。问一句，你若拢唔去吼，我要搁倒来印度。你若拢无人要去传福音，安尼我要搁来印度。我用最后所去的名，甲恁拜托，咱做伙来传福音好无？迄阵一个青年徛起来，后壁一直对，足侪青年开始徛起来。我对你来印度，我哪要传福音？就是青年兄弟，咱是有杜甫，咱年纪虽然大，我听了有当时咧甲上帝讲，上帝好，我对70岁安尼，是毋是在休困啊？我讲袂，当个林牧师都还无休困，我都袂使休困。林牧师那个20档，20年，吼。
上帝互咱有气力通做工时，咱来把握来珍惜。珍惜，互咱有气力时，通去做工啊。毋是亲自坐伫火车顶，将圣经4种啊，等伫遐做困尔。啊，隔壁迄个人可能心内咧忧闷的时阵，啊，你也无要甲传一个福音，讲最后所听你，啊，无我今日三体祈祷好无？啊，你做你困的，门拍开的时阵，到站拍开的时阵，是第一个火咧等你。我希望咱拍开时，咱每一个兄弟拢是天同天君奔河甲咧等你。恁拢是有福气的人，上帝恩典必今日三角地的，请三角来祈祷。嘛，主完全感谢你，我这福气会当到圣殿中间三角来敬拜你。主你的恩典何等的大，我来领受。我毋通感觉我已经生活足安逸的啊！哦，我都无操烦啊，我过着拢无问题。总是主要所记就甲你讲，你能为着我陪恁的性命，对我的脚步行。主，我愿意接受你的差遣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，不是迄个平淡安逸的生活。求主你怜悯我们，求主的恩典跟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念圣诗551首，请大家念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咱要应答上帝话。啊，咱若袂奉献的人，请咱摕起迄个条后壁迄个奉献地吼，因为咱即阵啊，咱无用来收的吼。这是咱请这书摕奉献地来头前。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。
济，这是咱摕咱手中的酒报。咱共款吼，咱又来读今日经句吼。咱读一遍国语的吼，读2届国语的。来，咱三个来读吼，来。用碗啉酒，用上好的油，家己抹，总是无为着约瑟的败坏的同款。所以因要受了的人的中间，大声受了。体伫空床的人，因的宴乐咧无去。有华语无？哦吼。咱华语转去家己来背吼，咱继续用迄个华语内底吼，咱来转去家己来背吼。来，咱来看周报吼。下礼拜有担任轮值的同工吼，请别烦心吼，伫顶头咱该注意。共款做礼拜共10点开始，方言的报告吼，请家己来看吼，来注意。来，消息的报告吼，请咱来看吼。第1、第2、第3吼，咱共款吼，咱家己。来看，第3吼特别报告就是讲，7星中会举办2021年教育部第2届中职训练会吼，伫个9月11，这边是住在罗东吼，若有要去的人，请咱迄个本民理姊妹报名吼，也是我报名无要紧，咱就统计，若有人要去，看几个要一台车是要安怎吼，有意愿的请咱迄个。伫后礼拜进前摕出来名单，咱来报名。第2，咱教会伫9月初5吼，礼拜日要举行升旗的迄个仪式吼，咱有请牧师特别为着因来祝祷吼。研究所严玉芳、郑成佑吼，高中有陈冠伦，国中有赖幼瑜、吴若瑜吼等同学吼。是讲咱知影无，咱会使来报去吼。第5。晋升奖学金吼，申请到9月12日截止吼。合乎礼拜迄个学生吼，请将迄个将成绩单交予叶继安长老吼，互确认。咱伫9月19吼，要伫主题中来颁发吼。其他咱家己来看吼。来看咱要具体的交通搭台岛的事项吼。咱为着咱台湾的疫情吼来台岛吼，互。全球的疫情会当止息，带到求助人民吼。咱知影拄蔡长人讲，台湾一直降低，但是国外直增加吼。特别着第二台的变种的真济吼，所以咱特别为着这来祈祷。咱为着咱的教会青年吼，真侪人还未注着，吼互因伫出入会使注意吼。咱早一工来注着，若你做的时阵，毋通讲过敏的反应出来吼。咱为着因来祈祷吼。互咱家己每一个人出入拢会当平安，毋通讲我住家就无要紧吼，住有阵时嘛有迄个几率会丢着吼，所以咱家己拢爱保持迄个卫生的迄种规矩吼。咱为着教会做这个祭坛吼，迄个建立迄个稳固的祈祷，较侪人会当乐意来朝见主吼。蔡长老伫个内有咱讲吼，即摆要开放到80个吼，咱即摆50个，咱会使搁坐30个吼，若无咱。3楼嘛会坐吼，3楼、4楼吼，所以希望讲，若伫线上有听到的人吼，下礼拜欢迎恁来做礼拜吼，嘛在厝那啉茶那做礼拜吼，会当心直接咱来敬拜上帝吼，因为足够无快恁吼，所以大家真少年恁吼，欢迎恁来。咱特别为着教会事工关怀事工吼，求助兴起较侪教会的人吼。为着社区吼，希望讲伫无较久，咱社区的活动会使搁开始，咱会使来进行一个幸福小组，社区的人会使来参加，来传福音吼。为着圣灵的充满吼，万上特照顾咱教会，使咱教会每一个人出入都得到平安吼，身体健康吼，若病痛得到上帝医治，咱也特别为着。做伫医疗第一线的人吼，为着因来祈祷吼，因来面对很多病人，也是讲迄个老师吼，因来面对很多的迄个学生，学生拢无做到，因有咱真大的责任吼，所以咱为着因特别伫第一线的人，为着因来祈祷吼。咱为着欠安兄弟吼，照顾因的人，亲人祈祷吼，求主等三个夫妻行过即个真艰难的时阵吼，即马虽然讲有开放的使去病院探访。安宁病房是讲遇到住院的人吼，
但是咱嘛特别爱等照顾，因为你照顾人嘛心神真疲惫吼，咱就特别为咱来祈祷。咱这礼拜特别为着姚长老因全家吼，伊的太太伊的蔡淑媛、囡仔姚泽恩吼、叶丽君、姚丽谦、姚小英伫美港吼，晚上就特别带上弟弟何本哲、何若玲吼，因的信用健康、事业、器官、工作等等来祈祷。咱每一个人为着咱家己顺利的人吼，为着因迄个工课也是身体健康，咱家己出力，让咱得到上帝保守。这时，请咱起立，来同心来祈祷。这是请咱圆起来，咱吟上迎388首，咱吟诗线，请林牧师咱接导上迎388首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甲之地，愿伊用伊的阳光来照你，用伊有气力的手来扶持你，用这个事气力，互你永永远远到上帝恩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界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咱灭倒聚会。
这是咱周围人吼，有袂足够无怪吼。啊，四楼吼，咱得挥手啦吼。四楼吼一直，吼，咱看到四楼吼，迄个年轻人吼，啊，咱得挥手来请安吼。啊，咱现在该请安吼。啊，迄个拄仔袂记讲吼，迄个谢梅雄长老伊的孙今年嘛读国一啦吼，是哦。签名的老师今年敢国一？刚刚不大声讲话。哦，伊嘛国一啦吼，所以到时爱把伊的名写进吼。哦，谢长老伊的孙子吼，今年嘛国一吼。哦，咱这个人来讲平安，好挥手吼。太多有收一个不一样的成员，有时候就像后面就有他，然后前面也有。他讲到的时候还好，后面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是蔡长老的那个麦克风没有开，不是他没有开，所以他是收那个附近。